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今集情緒價值想講下有關於一段關係裏面咧，去識得聊天啊，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啊。因為都會講到啊，即係識得聊天都會提升一啲嘅大家嘅關係啦，咁樣同大家更加去拉近一啲嘅好感度啊。書本裏面講到生活之中有咁樣嘅一類人，佢哋好善於經營關係，讓人如沐春風。無論係同性嘅緣分定係異性緣，都好到爆。從心理學角度嚟講，呢一類人掌握住一套極具吸引力嘅好感邏輯。如果你能夠學會咁樣，你嘅所有關係都會喺呢一個現有基礎之中變得越嚟越好。將聊天嘅重心放喺對方身上，無論係親密關係定係其他人際關係，都需要溝通嘅藝術。人同人嘅關係都係喺溝通之中升級嘅。高情商嘅人係好識得去到溝通技巧嘅，佢哋好識得圍繞對方來聊天。要知道聊天嘅底層邏輯就係圍繞對方嘅表達。假如對方係健身愛好者，咁樣你會喺同對方傾偈嘅時候，可以圍繞對方嘅身材去展開話題。但係切勿過猶不及。點樣掌握好呢一啲嘅分寸呢？當你哋嘅傾偈變成一問一答，並且索然無味嘅時候，表明對方已經對聊天失去興致啦。呢個時候你要及時作出調整啦。就例如係當你哋有咁樣以下嘅對話嘅時候，就表示對方已經喺度耐着性子同你聊天啦。例如係你係咪成日健身㗎？你健身幾耐啊？3年。你係點樣堅持咁耐㗎？因為中意。如果你喺對話之中察覺到對方回應係簡短咧，只問唔答，咁你有必要適時去調整策略啦。例如係原本嘅對話可以係咁樣轉換嘅：你成日健身啊？察覺到對方可能唔太願意深入呢一個話題，你可以咁樣繼續去推進呢個聊天嘅。睇嚟你真係一個健身達人啊！我偶爾都會去健身房嘅，但係總係動力不足。你係點樣揾到堅持嘅動力㗎？有冇啲乜嘢小秘訣可以分享俾我呢一個健身新手啊？嗱，咁樣嘅提問呢，就唔單止展現咗你對對方嘅佩服啦，都巧妙咁樣為到自己開啟咗一個參與討論嘅空間，令到對話有機會變成更具互動性同埋更加深入啊！圍繞對方展開聊天嘅有3段式嘅溝通法則：開放式詢問、共情式傾聽、探索式深入。第一種開放式詢問係指透過提出開放式問題嚟去到引導對方分享更多關於自己或者相關話題嘅資訊。呢個階段嘅核心係展現出你對對方嘅興趣同埋關注，俾對方充分嘅時間同埋空間嚟表達自己。例如一個場景就係你正喺度同一個朋友傾偈，佢啱啱提及最近對於攝影產生咗興趣，而開放式嘅詢問呢就哇，你對攝影產生咗興趣啊？可以同我傾下係啲乜嘢讓到你對呢一個嘅領域產生好奇心啊？第二種共情式傾聽就喺對方分享之後俾積極嘅回饋，就例如係肯定對方嘅觀點、感受或者經歷，咁樣可以透過簡單嘅肯定語句、點頭表示理解，或者分享自己類似嘅經歷去到實現。喺呢個過程之中可以揾到同對方產生共鳴嘅地方，加強彼此之間嘅連結。繼續上述嘅情景啊，朋友開始講述佢第一次嘗試拍攝日出嘅時候嘅興奮同埋成就感，而共情式嘅傾聽就係哇，聽起嚟嗰次嘅拍攝日出嘅經歷啊，真係好正啊！能夠親眼咁樣見證並記錄咁靚嘅瞬間，肯定係非常之有成就感啦。我都能夠理解嗰種企喺大自然面前，感受到自己渺小嘅同時，有無比幸運嘅感覺啊！喺呢度你透過肯定對方嘅感受，即係興奮同埋成就感，並且分享自己類似嘅情感體驗，企喺大自然面前感受到自己嘅渺小同埋幸運，去到展現出你嘅共情能力，加強咗你哋之間嘅情感連結。最後就係探索式深入，呢一部分就取決於共情式傾聽過程之中對方嘅回應啦。如果對方嘅表現出想同你快速結束對話，就可以唔展開呢個階段啦。如果對方滔滔不絕，咁你可以嘗試拋出下一個話題，來為到對方嘅進一步去到自我分享鋪路。繼續上述嘅情景啊，朋友因為你嘅回饋而更加興奮，開始詳細咁樣去到講述佢影相嘅過程之中嘅一啲技術挑戰同埋解決方法。而探索式深入呢，就係聽起嚟你喺拍攝過程之中遇到唔少技術難題，但係最終都揾到解決嘅辦法。咁你有冇遇到過讓你幾乎係想放棄、特別棘手嘅問題啊？你係點樣克服㗎？呢個問題就唔單止基於對方之前嘅分享啦，仲進一步探索咗
對方喺學習攝影過程之中可能遇到嘅更深層次嘅挑戰同埋成長嘅歷程。咁樣嘅提問能夠鼓勵對方進行更深入嘅自我反思同埋分享，從而加深你哋之間嘅深度對話。三段式嘅溝通法則唔單止能夠幫你更好咁樣了解對方，仲能夠促進彼此之間嘅情感交流同埋信任建立，幫助你喺聊天過程之中始終保持真誠、尊重同埋理解嘅態度，讓到對方感受到你嘅善意同埋關心。學會三段式溝通法則，能夠讓你嘅人緣變得好好多。哇！呢個真係對我嚟講非常之正啊！呢個三段嘅一個嘅解決方法，因為有時真係噶，有時好容易就係人哋好似冇乜興趣喎，你問嘅問題咁你就好啦，好快 end 咗佢啦。咁其實仲有可以好多時候，你點樣可以去投入對方嘅嗰個階段呢？咁所以就係一個底層嘅邏輯啦，就係圍繞住對方嘅一個表達啦，咁將重心放喺對方嘅身上啦。咁所以原來呢啲唔同嘅 skills 啦，咁其實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即係同一啲陌生人溝通啊，或者係一啲你唔擅長嘅人去相處嘅時候，一個好好嘅方法啦。咁樣係啊，咁呢個或傾影相啊，或者健身啊咁樣。咁如果你係一啲你健身咗幾耐啊？3年，咁其實就冇嘢好答噶啦嘛。你之後其實即係如果佢冇興趣嘅話，咁其實你係問得好辛苦。咁所以就係從一個對方嘅角度切入，有咩困難啊？係咯，或者係即係讚賞對方啊嗰種嘅感覺。咁讓到大家都可以更加傾得更加深，大家有個分享交流嘅感覺，產生咗一種互動嘅感覺咯。咁所以呢一個係好正啦，呢一個嘅 skills 啊，呢一種嘅三段式溝通法則係啦，開放式、工程式同埋探索式嘅深入啊，去到了解對方嘅一啲嘅話題，點樣去到打話匣子，令到身邊嘅人同人之間其實都可以好有異性緣或者同性緣嘅，咁樣就係呢個原因啦。咁樣呢個真係長知識。好啦，今集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嚟到呢度。今集睇嘅書本就係繼續係情緒價值。拜拜。